先继续来看家人的暖暖，有一间台湾控工病院，这院长李庆福昨甲一个病人急救，救回一条命了后，家己却因为心肌塌过往路，享受70岁。李庆福毋是台湾人，伊的亲人拢住伫咧澳洲，因为来台湾读册，爱着台湾，怎留伫咧台湾发展。伫咧偏乡的病院，一个大就是45年，想袂到会常常来过身，真侪人毋甘。穿艺术衫提前中华会，目睭切甲微微微，迄是台湾拓工病院院长李庆福，昨下晡传出做生气啊。当时伊到交护病房抢救患者，过程伊有感觉头晕目暗，就算真无爽快，有甲患者救回来。过1点钟，万一开始伫咧抽疼，抢救2点钟嘛是断开。院长，凡事都亲力亲为，那我们。有时候没有在的时候，他都会自己来。这礼拜我要跟他一起值夜班。给人的感觉很亲切啊，就像家人一样啊，大家都叫他阿爸、阿爸、李爸这样子。类似照顾患者大苦无少力，甲病院员工都当作家己的亲人。从民国69年到我们医院来，已经有45年的历史。他是一个很好的院长。爸爸，你规半世人拢奉献予拓工病院，不过李庆福其实毋是台湾人，伊伫咧海岛国家当地份出世，厝里人拢住伫咧澳洲，伊真早就来台湾求学，渐渐扫到台湾这片土地，得到厝里人谅解了后，就留点伫咧台湾发展，放弃真悬的薪水，来到偏乡拓工病院照顾在地人。李庆福这世人救真侪性命，但得到2004年家人好人好事代表一起，本正阁要代表家人争取全国赛，算无法度搁再参赴。幸福李院长，那是一个非常有爱心而且温暖的医生。之前出车祸的时候，脸上出现了不规则的撕裂伤，也是靠他把我治好的。那病院的同事包括李庆福去过每一位患者，知影伊离开世间拢真甘，伊人心人术的模样，是永永远远刻伫咧大家心肝耳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